第二日出發去滑雪，今日帶多咗個人。呢個人就係用咗80萬港幣喺日本東京嗰頭附近開咗間滑雪學校。Hello， 過嚟東京滑雪揾我啦！全部喺晒後邊，跟住我哋領隊出發。喂，上到山頂，出發！我哋團長好大聲話分岔路轉左。呢兩個戇鳩團友好疑惑乜嘢嚟㗎？乜嘢嚟㗎？唉，好擔心會唔見咗佢哋。係啊，好驚喎！帶我去邊啊？好黑喎，前面。前面係白啊，唔係黑啊，顏色都分唔到。Go！ 喺呢度分岔路啊，靠左轉落去啊 ！Go go go！ 轉落去，轉落去，係啊，轉落去啊，嚟啊 ！Go go go！ 好，所有團友嚟齊，竟然佢哋冇蕩失路啊，好神奇啊！我啲團友們喺晒上邊，睇得我同呢個阿叔落咗嚟，我俾個頭盔陰咗，跟錯隊。我同佢呢個孖寶兄弟頭盔嘅，真係好容易認錯人嘅。哇！第二日嘅玩 pass 時間 ，rest， 贏啊！哇！老闆加速跳喎，勁喎！輪到我就喺呢個跳。我哋團長出發，勁！然後到我哋東京嘅老大，喂，點啊？掂唔掂啊？表演 ，show time！ 哇，順利跳過，第一次玩跳台嘅參賽者出發。嚟啊！勇氣，坐低呢個人向前，係啦。嚟啊 West， 好，東京嘅老闆 Take Two， 嚟個180，熱身先。跳多咗添，屌！既然跳多咗，就嚟一夜360。好嘢！初玩跳台第2次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哎呀，牛底啊佢已經衝唔上啦。係啊，你牛底你衝唔上噶啦。好，又嚟啊 West， 團長跳喎，飛得好遠啊！今日最後一彎跳台。我哋領隊嚟啦！領隊話今日舊貓魔都係冇開，同樣去唔成。今日座山見到耶穌光啊 ！Folding chair， let go， let go。Folding chair 嘅山頂白蒙蒙一片，乜都睇唔到。傻鳩團友影相中，你會死噶，信我。係啊，呢隻叫貓魔啊！邪靈嚟噶，呢度都有冰樹睇啊！唔帶護膝係點咧？哎呀，唔帶護膝就係咁啊！記得冰地要帶護膝。好攰啊！好攰啊！點解咁沮喪啊？仆街仆到喊，喊啊！好長。喊啊喂！琴日試完個漢堡，今日試個咖喱，而呢班友都係繼續漢堡，正常嘅，仲有少少辣，完全唔似日本啊！今日都有啲可惜，去唔到舊貓魔，2日去唔到啊！冇計啦，冇緣啦，今日收皮。滑完雪，揸多個鐘頭車就嚟食呢個歐巴果醬。我哋喺度試酒啊！哇，14袋都有啊呢度。老闆果然係黑社會大佬，斟茶咁樣斟俾我哋呢啲咁嘅契弟。係咧。第一味嚟到咯，呢嚿嘢好菜味，亦都係豆腐，好得意啊！有個橙加蟹啊！哇，啲蟹膏
係高，試緊第3支酒，暫時14代係最好嘅。呢家係試緊呢個咩嚟㗎？黑龍啊！兜走啲嘢，然後擺做面絲蘿蔔。喂，老闆，形容下呢契嘢。冬瓜，但係佢係蘿蔔嚟喎。似蘿蔔冬瓜。係妹妹掉菜，絕對好食過你。佢哋班冇言係嘅仆街，食啲高級料理笑鳩我咩妹妹掉菜。你自己講妹妹掉出嚟。睇下呢個咩嚟先？哇，魚嚟嘅喎，14代飲杯。喂，點啊，老闆？好飲啊！形容下一位。好出色，係啊，好出色，好出色。老闆最認真就係呢個時候啊！食咗咁耐，主菜嚟啦！フォーからですね、イサキ、そしてサワラ、はい本マグロ、アオリイカで。係でこちら特別靚。こちらの黒いパウダーが少し見えにくいのですが、由下至上開始食。下が銀杏餅です。銀杏餅。嗱，試完凍殺劇，依家試熱啦，大七九頭龍，但係個盒咧都係黑龍。老闆又分酒啊！飲杯。你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ありがとう。呢個叫咩輪燒啊，老闆？鴨輪燒啊呢點解嘅？個，因為佢係炸完之後再攞，應該係攞火槍去燒咗嗰個嘅輪出嚟。咁啲輪會點啊？燒完之後，咁樣咪輪咪扯咗旗啦。哦，好似咁啊，扯晒旗啦。咁點解唔叫扯輪燒咧？係啦，點解唔叫扯輪燒咧？喂，點解啊？條氣妹妹仔又俾人歧視啊？點解啊？跟住我哋要順測，所以咧就嗌咗個姐姐推介，姐姐推介係好多。我覺得妹妹好啲咯。頭先係咪咁講？頭先係咪？佢頭先話妹妹撐唔落㗎。咩嚟㗎呢個？哇，好假！啲反應假到你，臨時演員都係演員啊，老闆。蟹蛋咩？係咪真個老闆呢？我嗱睇呢個阿叔個反應堅幾多？呢個春卷入邊係咩咧？喂，睇下喂，睇下睇一睇。紙啊，白紙，白紙係乜鳩嚟啊，老闆？蒸啊，魚精啊，係啊，白紙華貝。吞蒸嘅味道，下邊白色嘅係蒸，上面黑色嘅係卵，話會唔會生 B B 㗎？最後一味咁大個番茄，其實佢係番茄牛肉湯，嚟咗個筍，13,000咁 Q 多嘢食咯。喂，蕎麥麵點分嘅老闆？十個咪即係全部都冇落麵粉咯，即係麵粉咯。咁你先8二咯，8二咪即係2成係麵粉，8成係蕎麥粉咯。就係咁，我唔知有冇73或者64，唔知啊。中國冇64㗎。嗱，我講嗰個中國係日本個中國啊嚇。好啦，大兜啊！買嗰啲大嘅，個師傅話自己手打㗎，堅啊老闆。唔知邊定蕎麥麵諗住完㗎啦，仲有個飯啊，好誇張啊，好撚飽啊，成團人都頂唔順啊，飽到。係我哋廢啫，我哋廢，係好好味嘅。食埋大麵先啊！依家好似咧走落去飲咁樣，嚟完個炒飯再嚟個伊麵咯，屌！你個慘我啲團友頭先成兜倒落我嗰度，而家倒翻俾佢哋。俾兩啖佢就算啦。人生第幾次食我媽間聲食到滯啊！唔記得咗，次次都食到滯。咁勁，你哋咧？最後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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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甜品啊！我媽家聲會滯，就係呢個感覺啊！人生第一次啊，13,000可以食飽，然後食滯，黐線㗎！終於上車啊！頭先食飽嘅時候，我哋領隊 Hero 講句嘢就係、遲走嘅，即係最遲出間房嘅，要攞晒4個飯盒。哇！成班都差衝出去，
有一個食緊甜品咧，即刻掉低匙羹衝，哇！翻去啦，終於可以。